吓，一次過開3個賣嘢平台，咪即係一次過考3個公開試？一次過開晒 Amazon、TikTok 或者係 Shopify，係咪就可以加快賺錢嘅速度呢？ Amazon 點樣做物流上架呢？ TikTok 嗰啲帶貨影片咧，又要點樣去部署先至可以令到消費者埋單呢？獨立站又要點樣做廣告咧，先至可以將啲流量咧引去你個網站嗰度埋單呢？萬事起頭難，新手一次咧學晒3個平台嘅玩法咧，就好似考3個公開試咁樣，每一科咧都冇充分知識嘅準備，專注力咧就會被分開成3份，好容易咧每個平台咧都唔合格，流量咧推唔到上去，每個平台嘅訂單都唔夠，所以咧啱啱做跨境電商嘅新手咧，最好都係揀一個平台嚟發展啦。太貪心咧，反而個個平台都做唔好。啱啱入場嘅新手咧，我就首推 Amazon 呢個平台啦，因為佢 FBA 嘅制度咧比較完善，而且佢嘅物流咧亦都係最成熟嘅。所以記住啦，我哋唔係放棄其他平台，只係一開始唔好逼自己考晒3個公開試，一次過開晒3個平台。記住啦，慢即係快，逐個嚟咧，反而更加容易成功。作為跨境電商嘅新手，如果你想知道3個平台點樣揀嘅話咧，我預備咗一份資料，比較晒3個平台嘅優劣勢。想知道嘅話，記得喺下邊留言，我會將資料 send 俾你。